2025海安灯会启灯仪式，邀请民政局长江林煌、中西区长蔡家甫、立委陈廷飞、议员林美燕、许志春、沈振东、议长秘书陈明才以及多位贵宾，共同点亮海安宫庙城周围的夜晚。虽然是第2届咧，不过因为在主委詹志尧詹主委所执事人员咧，共同努力之下咧，这无输其他的这宫庙这灯会啦吼，会使讲真啊非常这难得吼。希望讲咱这个礼咧设立了咧，不只是第2届、第3届，会当继续延续吼，这是算作咱海安宫这边遮一个盛事啦吼。咱民政局吼一路的支持吼，互阮这个灯会吼，互阮有动力啦，吼有动力啊，所以阮拢自主的，吼，阮自主的，阮无开庙的钱，阮这届每一遍的灯会，阮是拢家己出钱出力，吼办这个灯会，吼互希望吼咱海安宫的信徒，吼会更加多。因为我是学经毕业的吼，所以今天很开心看到学弟学妹们的作品全部都在我们的。整个灯会的现场哦，海安灯会代表我们在新的一年什么都如意，大家说对不对？海安灯会在去年首度办理，获得各界好评。今年的灯会，议员不分党派，积极争取民政局经费补助，就是希望能将活动办得更加完善。今年第1年之后，我们靠儿红响亮的就是每个角落，所以要注意讲这档来一定要好好表现一下。我们现场看到的这灯灯笼事实上已经那个委员会已经已经办了好1个多月了。当然也非常感谢我们协进国小的小朋友帮我们提供这么漂亮的灯笼这些美丽灿烂的花灯，除让参观民众感到幸福温暖，同时也具备凝聚社区向心力的功能。因为这些花灯是集结社区老中青3代的共同创作，藉由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体验这个文化的这个浓浓的感觉，我觉得很有意义。小朋友创作他们的东西，然后大家聚在一起，过年过节可以一起聚在一起，就是欣赏彼此的作品，然后同乐这样。我们今年灯区大概主要分成2个区域，前面牌楼区是协进国小的他们画的。然后我们庙前广场这边是协进国小幼儿园在前面，然后中间是南台科技大学的学生，然后最后面这边是喜树乐活中心这些长辈画的。另外在巷子这边就是搭配我们去年这些学生他们所画的这些灯笼，然后做一个回顾。所以就是老中青3代。对，老中青3代都有。2025海安灯会的主灯以妈祖的如意，配上金蛇年的形体，象征虾米龙如意的好意象。庙方欢迎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从即日起到3月2日前，一起来到三交正港海安宫赏花灯，向神明祈愿新年新愿望。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